伊的手，听伊的脚步，慢慢行人生的路，用后背的辛苦，换头前的幸福，爱甘愿无惧航电，做甜蜜的梦。思念的风吹过来，该等你同享了心酸的爱。夜光啊，牵你走去的路，阮眼风给伊看清楚，看思念的水落下来，留爱你的苦，空到心肝肚，爱袂等你脚下本人祝福，将孤牵爱的手，爱感谢天父。白生啊，最近还无闲，白生无得看呢。唔怕啦，好姊妹啊，那个加高你啊着。你这个也唔过来，总爱过来。唉，唔知啊，你啊亲少，你啊生意哦唔知哦，全部安弄啊，迄咩关我一家啊？什么个喏？哈？唉，啊冬菇啊，到底还无上去讨啦。哎呦，时代在变的啦。你后生伊上目个同以前完全无共样，下面无办法了解很多，对无？我有咩讲，要求讲吼，穿几多钱本啊，喊那种嘛个太事业啦。我是希望佢吼，实实做得当投入心口到来，安样人吼，我真一样做得变下来，做得幸福的，按其实做唔到啦。唔是讲伢冬菇啦，我不靠两怎么穷样，家也同阿家人啊，那两只哦都了无男朋友。你就讲啊，什么人啊，迄多太太啊，是不是嫁唔出去哦？就讲阿妹唔是说，该汉白事情，搿就唔是差不了。嘿啊，你都以前哦，做都不爱帮阿妹，拢个骂死哦。特别上讲嘛个哈，哈你一摆吼，你都做年牙而饮食地的啦。哎呀，你啊，我啥唔敢，老东姑安讲啊，迄句哦，真嘅唔通爱拖心口哦，快退咯。唔会啦，伢东姑按怪当糖牙花，买来要拖不用啊。唉，弟弟也是唔通花啦，我看都袂死咧。错啦，阿曼，那看人家人咯，东姑嘅感情如何呢？冇啥啦，啊家人哦，交来帮我做心口好嘛？甲东姑按罗是按怪，哎，我真真真就是呢，无下啦哟。哎哟，谁做唔得？哎，冇是太好咧，吼，人家太咩暗怪，当佢都不卡天出菜哈，还搞到那不卡吼，三川做本爱生爱是不是少咧？哎呦哦，该师傅安人者，一天都袂叫吼，叫较多得了本爱突然个，要不无聊。哦嘞啦，嘿，你讲上男孙的上了不点的啊。你们唔知我不卡是我两家店你当日正儿看爱看人家当年咩希望嘅实实拢爱拖在心口落来，拢系叫较多孙的了本爱吐。好了，实在啦，莫讲多人前方咯，伢来要拖朋友啦，莫笑啦。哎，你唔知啦。嘿，来。阿东姑，你喊白唔是很麻烦啦，是川军狗的时候，唔是很走了嚟很甜。哦，嘅我嘅茶紅一長嘢啊，快啲，所以我就想即刻送過來啦。哎呀，來，坐啦。啊，安姐姐。其實我們當天把狗女沒做得啦。反正我冇乜事情，就冇啱乜迎客，所以我就想即刻送過嚟就好咧，當做去散步啦。我看，你係食了幾乎都困家先嚟哦。唔屁啊！哦，茶龍睇過，你勁見少了。唔係啦，其實我你只是當中意家先嗬。你要做魚機，先講到咁講啊，大家未看得出來啊？誒，茶龍睇過，你終於叫我冇太上講出來。
都是这啦，阿英这边局者哦。就算你查梦啊，你不唔查你啦。真紧哦。哎，嘉俊。嘉事情，下次这位哪里了啊？哦，有一出好戏无看到呢。嘛个好戏啊！真唔对哦，做下次嘅东东泰国过来嘛，真是啊，做问记吼，对阿英姐嘅感情，结果吼，阿英姐拄好转来，比糖豆了。真紧啊！哈，我冇看到。蛮很暗号吹了啦。哦，原來東東泰國做藝人知啊！我用乜看唔出來咯？唔知哦，藝知咁會做藝東東泰國啊？不過有隻茶王做自從，那挺好啊！安尼，我帶你就冠軍茶做的事。你是想乜噶？我嘅啲咧，想揾劇先讓阿英知，個東東泰國調強下，錯冇？這個人你講下咩啊？問我做奉獻啊？冇啊，我要。你講咧係心理相通哦。話晒啦，幾心理相通。給我呐，我適合唱呢點位哈。哦。還有呀，我數學哈，有呀哈，我被上夜講哈。哦。我去睡神睡美人覺了。給我呢，世界唱條呀，還有呀，那陣處理好要上夜講，對啊。矮會睡美容覺。等下，睡美容覺你應該係矮吧？來，拿得，乖乖哈。喂，你只搞得一隻啦，錯啦，你那摸的吼做一步啦，那你那邊學功夫的，咁嚟裝歪路的，只搞得一隻嘅。有糖豆，佢冇糖豆，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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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糖豆。用田光英見到面。為乜唔吃鹽啊？唔准啊！唔准啊！如果假如有糖豆，因為看起來就冇事嘅樣嘅，係呢個對我冇意思啊，所以條事就冇糖豆嘅樣嘅。糖豆豆，唔愛用，唔愛用。佢喜歡我。佢唔喜歡我，佢中意我，佢唔中意我，佢愛我，佢唔愛我，佢愛我，佢唔愛我，佢愛我。唉，阿東姑，你又係無聊啊！唉，糖豆，我糖豆，有糖豆，我糖豆。有人走啊？係啊，提起人吼，嗌佢較早就要出門啊。係啊，今日天氣唔會煩呢，攞我坐一下冇？冇，唔是。叫請班吼，喊來等下，聽班就好嚟啦。哦，我啲有得等就好咧。哦。家陣大早是出門嚟呢。哦。我看你哦，真係老聲音呢，有心事哦，是空唔係？
落去摸喊下哈。阿东哥，你係咪要埋事情嚟講啊？冇。你想問家姐嘅事情嗬？你係要做自己，是老佢講啊，叫乜嘅喏？我唔對佢想法呢，我講哦，我以下同佢講，我中意佢，佢要講到，佢要唔適應啊。我咪擔心，其實係單純嘅哦，把我當作小時候鄉下交嘅好朋友親親啊。你係要做自己，是老佢講啊，你想人都做乜㗎？你真是當中意家姐哦。家姐成日做通掉老佢講啊，冇你用我哋嘅心亂都想下㗎。本是家一隻機會，咪本配晒一隻機會啊，做冇？係啦。奇怪哦，咁明明就标得到啊，你冇拿配地方标，不奇哦。阿妹，你就會按你啦，我嘅東西就會留，可能存我嘅東西用錢得多哈。咁哪個親戚啊？阿妹留了這麼幹啊？民國68年嘞！阿妹，要從鄉頭做就冇了呀。拼街角買1送1。什麼啦？還交了錢啦？嘿，你戶口嘛沒挨而用的呢？哦。係啊，那留了種做嘛咯？哦，我上班要錢咩啦？破個鐘啦。就掠多出來了。阿妹，你對美食跟熱情哦，還有研究精神哦，這個哦還無人能及呢吼。哇，我請到你啦，哈哈。哎，然後講我真奇怪呢，我畢業未過哪副嘅名做嘛咯？就係啊，然後搞起麻煩啊，買個莫名其妙的規矩暗鬥。那夠啦。但係提拜，你鄉下是家己吼。係啊，阿廖，我總係唔記得講，你娘過體嘞吼。唔要緊啦，你還沒做得很阿良啊，來堂官你很阿良啊。可能也有限吼，鄉下裡戶政事務所辦離婚，阿娘唔係做得。他做你日本啊？明白。你講。
你爱做嘛干哦？你们误会呢，我冇别的意思。这生意没有用到就要费咩哈？我做不得拿人的钱的。你还没本呢啦，迄本生意呢？佢咩说呢？家就咧姊妹喺度睇咩？咩说俺们来穷样，甲阿妹同来负责一些就要费，你们已经改咩嘛？明白。你按样讲吼，我真经当减少啦。我无非也条做我马街，我喊做对不起人家的事情。你不但无恨爱，还愿意老小龙哦，当做人家来的来食材哦。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阿廖，我都不应该啊！因为希望俺们有按好按乖什么么咯，也轻松这位小龙我照顾好了，也心态之间对吗？啊，你说了哈，哈，明白，是同意啊。好了，我有了，来弟。来弟，阿妹啊，你今天有去量钱呀？啊，你量按多钱做嘛用呢？我阿爸，你没得一辈子露台咩？家中公用你没得咩？也得平日费用没轻重，我没有义务要推点数了。呀，冇呀。啊，冇啊。啊，有事吗？冇啦。冇啊，先你说哈，跟他早点休息哈，啊。从呢，求公哥，求一个不偏嘅来嘅，佢系我嘅露台呢。家英，我中一九唔用嘅數，一家錯冇？係啊，你家咩？家英，有一件事，我想要同講。其實啊，中英一九嘅。從小時候，我去中英，我記得我送過鏡子。阿東姑，你做嘛？啊？做嘛？去個老去個功法？我，做嘛安靜的？冇。還沒有乜事情冇人講，還有乜事情人講？冇。冇？確定冇？真然冇啦。剛才有事情，我先下來。哦，家英。唔記下要等到捱過買緊。家？你幹嘛？冇。冇？冇事。真經冇？真經冇事啊。好，剛才有事情，我先行來。家英，做嘛？我現在捱送唔起啊。
不是的啦，啊，真记得后面等哪点是那先老爷。哦。阿东哥，太戆的呀，讲出来呀，讲乜嘅？食菜哦，吹哥。来，吃茶。你吃谁？俺晓得恁个不意思啦。唔是啦，唔是冒犯啦。我今半日来，系想和老公讲今日讲的事情。嘛事情啊？唔记得的哦，追老伊夫卡尼吃饭的事情啊。吃饭？嗯。哦，俺记得了。俺没想到你真给老吃饭嘅事情哦，变到心都好了。佢当然啦，冇啦到那讲笑的哦。那个，他有的吃饭嘅事情吗？给俺系啊。不过阿妹当天伊夫卡尼做在食饭呐。唔会想要帮阿妹失望吧？那。再讲吼，假使唔想拿老太子有伊夫卡尼吃饭的经验，那免当反娘安尼你的呀？那上太子免老来穷养啦。太子吼要百万反对，系因为佢真正当爱无爱，那来恨对吗？我记得。佢写世界写文章的时候有写过，佢最爱的人系阿爸。佢咩希望将来做得像阿爸咁样，做一个当有名的厨师。应该对我欣赏对哦。所以讲，你阿爸做唔得再对唔起人家的话，唔敢样咧，太尽样的反对，唔注意听我老师也吞饭。好冇？我一定会去的啦，我一定会去的。阿姐，哎，你天幕还蛮给啊3个月啊。看到了天数好哎。哦。你今日用啊？我给你用啊。迄冇注意做菜，你还会天数呢？迄以前啊，你要做了天数诶，嘛叫做学家。变了。冇会发，然后用基层米饭对不咯？牙就啲哦，你黑爱嚟老爱唱米蛮了嘅哦。做家唔唱唔过爱，那呀女强人的封号吼，唔会改呢。好，女强人，那就靠你了。当然冇问题，靠爱。不用一点料为你来，然后给包一了。当简单。拜托好嘛，亚个哦，迄3个盐呢，唔系小笼包呢。刚用包啦。来，你看，3个盐嘅料哦，你们不用太多啦。好，你看，安尼就好了呀。3点呢，数安尼，不用的，安尼，安尼。捏的一组好呀。对呀，你看，安尼唔就，哦，现在就出来了呀。对吗？真捏3公年呢。拜托嘛，你讲嘛。那丁真啊，那吼，我唱了米饭了吼，
好像多年，很介意。太姐，那今年了阿妹讨论过，我请阿爸转来吃饭。哪年呢？他在礼拜日。我老爷就请他吃饭对吗？嘎子姐啊，嘎子大美女，这还差。我今日条咸菜吼，哇，我要看很多东西啦，当葱呢，规辆衫哦，全部摄得嘞，个珍珠奶茶，我啉一盒就好。哎呦，拜托一下呐，你那世界宇宙超级无敌大美女呢，想讲应该懂好啊，哦。好。应该用几种乖哎，无礼貌啊！喂，是咪家球你夹球要按无礼貌哈，连停都唔停下来。真的呀？黑俺先得罪他的。啊？就松拜啊，俺妹去参加个越南相亲。哦。我嘛该啊哈。唔咩啊？佢做出電影嘅人哦，總係做一個人公事情。唔過吼，也就證明啊，水面夾球哦，成關度做人太子啊，其實乜案件呢？咁啊？唔過俺就想要天數嘛，俺太子哦那麼固執，俺驚哦，水面嘅下球會浪費青春啊。哦。嗰時講聽我食飯，俺太子咁樣做？俺哋啊。而家講件無都嘅錢啊，唔過幾場係冇原諒阿爸呢。哦，今日結天哦，聽講冇料嘅啦。鍾毛哥啊，聽講應該不考慮示範，講乜嘅事情啊？講嘅乜嘅法啊？你媽以前愛師傅呢，故作人哋不考慮事情，做俺的事情啊。這個講俺創業嘅事情，俺用做得冇皮到師傅身邊哦。拍馬屁唔清波誒。唉。聽講嘅咯，喺我 T 八我有阿爸吃飯呢。唔好緊張啦，不用輕鬆，這也是傳飯聽聽啊。20年嘞，你一家人分開20年嘞，你還係提拔佢一家人向下食飯。
太近吗？无啊，今无这阵无看到伊啊。奇怪呢，伊做个上马街呢，倒遗憾做个闹病。哎，师傅，安尼你啊？哇，很香的吼。超有去请老师了。真的哦。哇，哎，师傅，三下来哦，我们炒的东西啦，全部人准备好的。哦。练功夫哦。啊，连个这种事呢啊，我按多种种人来时间哦，300多了。做啲老师傅风，迄眼用很了。啊，什么呢？很香。好的。狗腿。阿妹，先去准备啊。好啊。那等。好菜哦。师傅啊。小皮筋。你听做的啦？我知啦，我当今想去困到nhà地啊。读太好未哈？4年级。哦，读嘛该啊？教育人力资源发展学系。当好，当好啊！也未睇下啲嘅做下无限咯。那边来听书啦。因为你唔记得那边去太祖师啊？哦，做下弟弟袂读啦。我知啊，你喺我部卡。你冇去傾下來啊？啊？哦，好啊，好。基本嘅朋友啊，做到当成功咧。这边医生也真讲来没哈？系啊，咁送过啦。
切咱这位吼，树每轮木竹啦，啊，也伫厉害吼，属羊吼，木切的啦，不用等啦，还讲咩汤？来，要紧转来。你都要洗木竹啦？哎呀，行啦，我带你洗木竹。哎呀，变小白兔，靠你弄个伞，菜哦。 歹势啦，阿妹无想要叫啊，不过我无看讲阿爸，阿妹无想到，有因个阿母卡做咧，全部卡给伊向我煮菜，实在很戆呢。我就已经叫的阿妈爱哦。哦，今日冇忙哦。 我知道啦，今日咯應該少少嘅，冇連木啫。難得咯，做老人爸又未向下煮菜食飯，估數今日要好好記啦。我要行叫啊，嗰種死人嘅咁樣，實在哦。幾冇啦，我家下講嘅小巴蹦塔，他們以後嗬，少少行要做啊，對吧？ 主要哦，有呢啦，你就阿爸去加油啊，橋到擺咩？佢個安全帽跌到路空啊，佢加油上面後生嘅啊，就講阿爸，你唔會跌得嚟呢，阿你唔好本警察嚟擺咯。阿爸就講，哦，佢係行咗一年嘛，經過那個加油哦，佢上下就講哦，哇，阿爸哦，你哋話唔太啊，如果行咗一年安全帽，動辛苦，佢就記住落嚟加油。阿爸行阿姨，佢後生就。 阿爸加油！阿爸加油！阿爸加油！好嘅啦，我個叫人啊！加油！白痴！哎呦，阿爸你啊！哎呦，仲係聲呢？尿尿係冇啊？來，坐得起來嘛？坐得。哎呦，慢慢來。哦。 我痛啊！我痛！哪邊痛？師傅啦！哎呦，咁係聲呢？你等下，你企一下哦。哎呦，拿你的東西，接出來。好的。係聲呢？我去醫院嘛？唔是的。啊，你痛到呢？去醫院好嘛？唔是。啊，我最近都係聲呢。唔會啦，好。啊，你還要去哪？我做不開了。啊，不開到哪呢？不開都幾好。 對啦，那別你做就好嚟啦，好嘛？啲東西慢點。哦，好。來啦，我嚟檢查好嚟，好，來，你慢慢行哦。你這腳痛到來呢，來，東西不用帶，嘿，好啦，害死哦。哎呦，好像踩快啲呢。哦，真啊。啊，我前肩，哎呦，等一下我嚟老爺嘅踩手一下會啊。 大家都會電機哦。都是要的啦。我冇先說好啦，我電落去個菜就冷退了。冇要緊啦，等於做了強下事啦。佢冇點樣做嚟啊？阿廖，你坐嚟，坐下來。好。阿珍姐，做點上菜嘍。 阿
错啦，来啦，来啦，来来来，啊，不错呀。那个做安叫用夹菜啊，这菜哦。哎呦，它甜蜜呀。我是办的啦。哪个天数好的啦？不是，人家错啦，快点收嘞。来，快吃饭吃饭。嘿。吵乱。中华是来。含油。先生。开车啦。子C好，麻烦你送。没啦，迄个哦有鸟诶，再给大家听下本来。好，阿子。好，再见。哎呦，鸟要安尼了。啊，大概天发准好了。哎，哪个天发呢？啊，哎呦！哎，用的啊，敢蛮文文意义的。太极正经唔转，奇怪，佢用做得安尼呢？根本迄个体白，做得了全部卡给人向他示范的。神龙太家啦，神龙太家本来当特别的遗传，我永远记得这遗传呢。阿廖，汉杰村你转来时间了，当然你不用，同生意转来台湾，阿同大家多些做好啊。咪妈，什么以后有机会啊，我会带家就转来台湾，老娘讲多谢啦。一听哦，咱们同乡看到咱日本的阿弟啊。好，来，阿弟大家。你是人年嘞，还冇做到正阿爸的经验，不过啊，也了了生意呢，就按设施，也按有成就，了一切啦，就会弥漫伢功劳啦。来，弥漫，来给你，来给大家。我做大家今年嘞，俺想俺应该做了。我點解下麼？我想冇聽錯，我點解下？梗係老師轉開嚟啊！俺想俺冇離開，佢唔會轉來啦。俺哋啊，俺做啲體會，佢冇法通燃了俺嘅心情啦。多大啊？這樣所有嘅事情。就會捱唔錯啦。阿廖，日本加油一些時間咯，我想基本上同的啦。美帝加油本身就真善良的吼。愛弟啦，加油！可是迄一早，那個事情就先想到騙人嘞，總係老起開的事情，變到最迷的什麼的啦。當感謝天公伯，幫我一套老弟向我做水的時光啦，讓我永遠記得我的心肝肚呢。青山流水何处去？重逢难依旧不渝。千里
眺望故乡河，遥远的呀，初恋会爱你，冬夜抚琴也渐起，有时故人须相随。残霞畔爬高峰，你的笑声无言又抚琴，玉发将要飞向天，往事隐隐在胸膛，山歌一曲能唱多。